Apple Watch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一直戴在手上，无论是保护安全、照顾健康，还是做到紧急求救，你只要抬起手就可以做到。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你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从 Apple Watch 的讯息里面直接先发送平安通报到家人的群组里，让他们知道你已经平安到达了，请他们不用担心。接下来分享的是开启噪音 App 来保护听力啊，它会用手表的麦克风去侦测环境的音量，当噪音过高的时候，它就会跳出提醒，告诉你现在的音量可能会对你的听力造成影响了。Apple Watch 还可以随时监控我们的健康啊，像是24小时会自动帮你侦测异常心跳的心率功能，快速检测心律不整的心电图，自动监测身体含氧状况的血氧浓度，还有可以追踪睡眠品质跟呼吸中止症的这些功能啊，通通都可以从健康 App 去开启。接下来分享一个 Apple Watch 内建有趣的小功能，就是对讲机 Walkie Talkie， 可以让2只 Apple Watch 像对讲机一样，只要按住手表上面的对讲机按钮，它就可以直接跟对方讲话，对方也会及时听到，真的还蛮有趣的。那别忘了帮我们点个赞，然后分享给所有有 Apple Watch 的朋友啦。